哦，你看这香蕉这么大颗呢，香蕉这么高呢，哦，看如何碰得到这个香蕉，要用那个圆锹，用圆锹挖几次以后，它就可以这个动了，会动了，把它抓下来，不然它掉到水沟里面就麻烦了。然后有看到鸟巢呢，哦，刚刚看到鸟巢，你看，它还有看到鸟蛋呢。他本来以为是从下面开始成熟变黄，哦，竟然是从上面开始，还滑无电滑哈。还有蚂蚁要小心啊，还有还怕那个夏天还要怕蛇，都要小心。怕蛇的话，要先打草惊蛇出声音，把蛇赶走。哦，你看，然后要用这个来挖。用这个来挖割取那个香蕉，哦，那香蕉整颗都是宝呢。你看人家连那个纤维都有在做艺术品嘛。它弄碎了啊，放大塑胶桶里面可以做那个液态肥、酵素肥。哦，要小心蚂蚁，要小心蛇。然后你看哦，这个没有包那个塑胶袋啊，它有的可能会会有蟑螂。如果下雨的话，冲刷掉一些。你看有的成熟了，有的被鸟走了，还是被什么虫吃？你看要用这个刷子，哦，因为最近的下雨过后被冲刷了，洗的比较干净。那如果说有不干净，要用这个刷子，要用刷子来刷一刷，把那个蚂蚁赶走。哦，你看哦，这一次这么饱满，这么成熟了，用那个台糖的有机肥了，哦，还有鸟巢，你看，用台糖的有机肥农保，填饱了，哦，台糖的有机肥填饱，哦，这么多蚂蚁还是红色的，要小心哦，哦，如果大只一点的红蚁的话，变活蚁对生命有危险。要小心了哈，被那个蚂蚁咬到都很痛苦的。你要小心了哦，原来那个虫啊，蚂蚁有没有在吃那个成熟的烂掉香蕉？成熟烂掉了几条了。哎，为什么是那个鸟巢旁边那边先成熟？可能是闷热了。哦，那要让它成熟，要闷热，要让它成熟，要闷热。有的放在纸箱里面也会闷熟。那冬天有的放在那个米缸啊，像那瓷器的、陶器的米缸，古老时代用的，古早用的那个米缸。然后据说有的用点香呢，点了香香角插在那个一根香蕉上，他用那个熏啊，用那个烟来熏，可能是制造热度了，闷在里面就热度就提升，然后比较容易熟。有的说要放苹果跟它在一起也容易熟。你看这个有弧度的，用这个来割香蕉，一串一串的。